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今天的历代志第14天的共读。那我们已经历代志要进入一半，历代志上。今天晚上要请集会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召集我们一起来圣经共读，学习圣经的真理。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主啊，你说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谦卑恳求圣灵亲自降临，来带领我们今天线上的聚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昨天读的是历代志上的第14章。那在14章当中经文没有很长，但是讲到大卫在第一次迎接约柜失败之后，大卫他先迎接的是他的成为以色列君王的第一场战争，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呢，在之前就已经非常的讨厌大卫，因为大卫的名声远播，扫罗是杀死千千，大卫是杀死万万。非利士人是对大卫是非常的害怕，所以非常的愤恨。当他知道大卫当上以色列王之后，非利士人主动就要来攻打、侵犯、立伐因谷。我们昨天有看到这个地图，所以是要来攻打以色列。但是大卫在这次的战役当中，他跟上一次来迎接约柜是不同的态度。上次迎接约柜他是很高兴，但是他没有先求问求告，所以在这个战争当中呢，2次的战争跟非利士人战争，大卫2次都求问上帝。上帝一次说去，然后他就冲破他们。第2次上帝说不要从他们的后头，要绕道追赶，所以绕了一个远路，并且从桑树林当中听见树梢上有脚步或是有行军的声音，大卫就出战，上帝就带着他们得胜，所以使他们的这个国家呢从基遍到基色，那大卫的名声也传到万邦。那当然就是说传到其他国家，知道以色列有大卫的这个治理呢是非常的稳固，那不能随便的去侵犯。但我们有说这个和历代志下它的记载的顺序呢2个是有对调，所以可能在历代志编辑的时候，他有刻意要帮大卫做一个改变，就是他2次迎接约柜的不同。那今天我们读的是第15章，讲到第2次大卫迎接约柜的故事，而且跟第2次迎接约柜跟撒母耳记下第6章记载又很不一样。撒母耳记下第6章记载大卫第2次迎接约柜呢，只有短短的几节只有从12节，然后呢讲到15节就结束，后面是讲大卫跟米甲的故事，那只有短短的也算是4节。但是呢在历代志下就不一样，历代志上不一样。历代志上的15章这次迎接约柜是用了一整章1到29节，所以这将近是6倍的篇幅在讲这一次大卫做了哪些预备。那在今天主日信息当中，我们有大概提到部分。那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预备是从他又起心动念，因为昨天的经文说大卫他知道，或是大卫察觉上帝要坚立他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大卫他没有放弃，他仍然要邀请约柜来辅佐、来协助、来带领他治理以色列的国家。而4到10节就是大卫他来预备了所有的祭司、利未人、正确的服侍人员、工作人员。第11节到第15节是大卫预备这些祭司利未人的领袖来率领他们，因为有数百人、数千人，甚至更多，而且这是一个大阵仗的迎接约柜的行动。而16到24节，大卫也预备音乐、作乐、唱歌，然后乐器、吹号各样的利未人。而25节到29节，就是他们从俄别以东的家中，那在加特的地方一路呢怎么样的献祭，然后迎接大卫自己如何的亲自来跟在旁边，然后直到进入大卫城，就是耶路撒冷的部分。而米甲的部分呢，在历代志上只有短短的29节，而且讲的比较轻可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那他讲的就比较长，而且讲的比较重。那对这个的 comment 比较多。那我们今天的经文还要继续读到16章的1、2、3节，就是讲到大卫他把约柜安置在
大卫所预备的帐幕当中，并不是照摩西所吩咐的那个帐幕，而是大卫所预备的帐幕，然后把约柜安置在这当中，并且大卫就献祭，然后祝福百姓，然后送给每个人都有一个礼物啊。好，那这是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好，那我们就来读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好，那请几位长老带我们来读。好，今天要先从15章的第1节来读到第3节。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也为上帝的约柜预备地方搭一座帐篷。那时大卫说，只有利未人可以抬约柜，因为他们是上主选出来抬约柜，永远侍奉他的人。于是大卫召集全体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要把约柜运到大卫预备的地方。好，谢谢。那这里就提到这次大卫他的动机，就是大卫心里面有一个对话。那这在撒母耳记没有看到，只有利未人可以抬约柜，因为他们是上主所选出来，永远侍奉他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有在主日当中也有引用这一节啊。所以大卫他知道，他认识这个要如何正确的来抬约柜，不是像非利士这样用牛车、用新车，用什么样的方式，不是，而是要用利未人来扛抬。所以大卫就召集全以色列的人，利未人，然后到耶路撒冷，把要运约柜的计划，来做一个协调准备，并且呢，他要把约柜运到大卫城当中，也要有一个帐幕，是大卫所预备的。所以这里有个大卫的帐幕跟摩西的会幕是不一样。摩西的会幕就是从出埃及记上帝在西乃山吩咐摩西所搭建。那我们有提到，就是在这个撒母耳的老师以利做士师做先知的时候，这个约柜那时候会幕跟约柜还是在一起，可是约柜被掳走之后，会幕和约柜就分开，而且分开了很长一段的时间，甚至这个会幕后来怎么样也不晓得。那只知道约柜被掳走到非利士，绕了一圈之后，然后停留在基列耶琳，将近是67年到70年的时间。那这段时间会幕呢可能继续有敬拜或是没有，但是圣经都没有提到。好，那所以这是大卫起心动念。接着我们再读第4节到第10节，是大卫他如何来召集预备祭司和预备利未人。4到10节。大卫又召集亚伦的后代和利未人，哥辖宗族的乌列带领120人，米拉利宗族的亚赛亚带领220人，格顺宗族的约尔带领130人，以利撒反宗族的示玛雅带领200人，希伦伦宗族的以列带领80人，乌歇宗族的米拉拿达带领112人。那这里有讲到这个利未的3个儿子3大家族。利未的3个儿子按照顺序是革顺，第7节这个革顺，第5节的哥辖，然后是第6节的米拉利但是在这里顺序都调动了，它是哥辖、米拉利和革顺。然后后面又提到了以利撒反、希伯伦、乌薛的宗族，有一些是亚伦的后代，但是利未的后代主要是在这3个当中。那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这个民数记民数记第4章可以看见利未的3个儿子哥辖、革顺、米拉利，那他们都有不同的工作。哥辖是老二，哥辖的工作最重要，就是他要把圣物有关的里面的约柜，然后还有陈设饼的桌子，这里都有讲怎么样扛抬民数记第4章，要先用一颗皮盖在上面，再用蓝色的布，然后再用杠子穿过去，然后再铺布，然后再供饼桌，然后桌上的盘子、圣香用的碟子、奠酒用的壶杯，然后这些陈设饼，然后再用红色的布铺在这些上面，然后再盖上一层皮，再杠子穿过去，然后再用蓝布盖住灯台、灯花、剪刀、灯盘子、圣橄榄油的容器，然后等，这个是由老二哥辖的宗族来负责，也就是亚伦，亚伦的这一个家族大祭司的家族。好，那老大革顺呢，他们要做的就是
圣幕里面的幕顶、外面的顶盖，还有盖在上面的皮、门帘、圣幕，还有祭坛周围的院子的帷幔和绳子、院门的门帘，还有这些的附件东西就也很重要，但是它属于外层的部分。那小弟米拉利的家族呢，他要扛抬的是圣幕周围院子的柱子、插座，插不是插电的插座，是插那些杆子的座、栓子，还有所有安置这些东西的附件，好，就是比较更重更硬的杂物啊。那也不能说杂物，都要说是圣物，好，都是跟会幕有关的。所以是由这个利未的3个儿子的3大家族，好来分工。但是我们要记得，就是有老二，好，这个哥辖的家族，也是亚伦是属于跟摩西都是属于这哥辖家族啊。那这哥辖家族里面又分出大祭司，他们是来扛抬这个约柜最重要的部分。好，接下来我们再从第11节好读到15节，是看到这些祭司们他们跟利未人他们的领袖，11到15节。大卫召见了撒督和亚比亚他祭司以及6个利未人乌列、亚帅亚、耶尔、示玛雅、以列、亚米拿达，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各宗族的领袖，要洁净你们自己和同族的利未人，好把上主以色列上帝的约柜运到我所预备的地方。由于前次你们没跟我们一起去抬约柜，上主我们的上帝惩罚了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照规定敬拜他。于是祭司和利未人洁净自己，为要运上主以色列上帝的约柜。利未人按照上主借着摩西所命令的，把约柜抬在肩膀上。好，谢谢。好，所以这次他们学会好有几个反省，这几个反省呢，也是大卫他做功课好，然后去了解他所学会的。第一个就是上次抬约柜的时候错误的就是没有利未人同去啊，所以那个乌撒很有可能不是利未人乌撒，是便雅悯人的乌撒。第二个呢，就是他们没有按规矩求问求问耶和华，好，所以没有按照规矩来敬拜他，所以这次这个历代志上了14章，也用大卫跟非利士人2次打战，2次都有求问耶和华，来表示说大卫他有做反省检讨。第三个呢，就是他们这次要求利未人呢，也要洁净自己，就是要分别为圣，然后把约柜能够抬上来啊，和本是写抬上来。好，那因为耶路撒冷是地势更高的地方，所以不管从东西南北哪个方向来，都是上耶路撒冷，就是上大卫城，上这个锡安哦。所以这一段呢，就是大卫他的检讨当中，他发现了上一次的错误，所以我们把15章、13章，或是对照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就可以来分析对照出大卫他的反省，就是他有彻底的做检讨悔改的动作。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好，是16节到24节，就是大卫他也预备了所有音乐的事工的利未人，16到24节。大卫命令了利未人的领袖们派许多利未人唱歌，用竖琴及脑拔弹奏了快乐的音乐。他们从擅长歌唱的宗族选出以下的人来打红拔：耶尔的儿子希曼，他的亲戚比利家的儿子亚萨，和米拉利族古沙雅的儿子以探。他们又选出以下的利未人来弹高音的竖琴，以配合铜拔。这些人是撒加利亚、亚薛、示米拉莫、耶薛、乌尼、以利亚、马西亚、比拿雅。他们也选出弹低音竖琴的利未人，这些人是马他提亚、以利灰利户、尼克尼亚、亚萨西亚和圣殿守卫俄别以东和耶利。基拿利亚对音乐有很高的造诣，所以选出来的领利未人的歌咏队比利家、以利加拿以及俄别以东和耶西亚被选出来
看守约柜。18年，约沙法、拿坛业、亚买赛、撒加利亚、比纳雅和以谢等祭司被选出来，在约柜前吹号。好，谢谢。好，那这里面呢，除了是有音乐、演奏、乐器、唱歌，还包括有这个在门口守卫，好，或是看守约柜的人。那甚至呢，也3次的提到俄别以东啊。如果我们读和本的话，可以看到3次。好，那如果是现代中译本的话，看到是2次。好，但是呢，这2次提到俄别以东，或3次特别俄别以东，都是讲到他是看守的工作，好，或是这个守卫的约柜。好，那俄别以东到底有几个？好，那这本身就是一个议题，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单纯的认为就是同一个俄别以东，因为在其他圣经地方也没有像历代志上记载的这么频繁，而且都在集中就在这个时期，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个 moment。好，然后都在讲到俄别以东，甚至约柜就住在他的家，住了3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俄别以东，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资料可以去了解，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名字，还有他所住的地方叫做加特，然后这些当中还有讲到各样的乐器。今天在主日讲道当中，我们有讲到大卫他弹的叫加特琴啊，所以有找了这个网站。这就是在去参观圣地的时候呢，大卫城国家公园入口会一个这个加特琴的这个雕像啊。那这雕像呢是按照这个考古出来的所画的。那这个其中考古呢就叫做大卫之琴哦。那这大卫之琴呢，它的跟今天竖琴不太一样。好，那在介绍说这个琴还在圣经当中的关系。好，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下面的资料，下面的资料里面呢有提到从这个该隐犯罪之后，该隐的后代就有弹琴吹箫的始祖。然后呢，到了大卫建圣殿的时候，好，大卫这个我们要读到历代志上23章、25章，就会看到大卫在跟耶所罗门预备建造圣殿的当中，大卫也预备圣殿当中的音乐服侍人员啊。所以圣乐团是由4000个利未人来组成，其中呢4000个利未人有乐器的，有做其他的，有善于歌唱的就288人。这288人当中呢，他们就排班轮值啊。所以第1000的亚萨耶杜顿、亚萨西曼、亚萨耶杜顿，这样子排下来呢，总共有24个签。那有可能是不是24小时或是什么？那每一班呢都有12个人。那这当中有的是唱歌，有的是弹琴唱歌，有的不有写曲，有的是吹角。好，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排班表，好，在这边最后总加起来是288，但是288也不是随随便便抽出来的，是从4000个利未人当中挑出来。接着呢，就有看到好这边的乐器呢，除了瑟、琴、锣、笛，好诗班，好还有其他的拔，好各样的乐器啊，所以这些乐器呢，好也是一样，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唱歌，而且要弹奏快乐的音乐。那在和本是大声歌颂啊，或是快乐唱歌，所以他们一定是唱赞美的诗歌，不是在那边痛哭流涕，也不是在那边悔改，而是在那边赞美神，宣告上帝的同在，上帝的约柜，要来掌管治理这个国家，要带领以色列人民和百姓。所有的人民，所以他们所唱的诗歌的内容，大概我们可以想象，而且我们可以去看大卫的诗篇，或是这些希曼的诗篇、亚萨的诗篇、耶杜顿的诗篇，里面当中对上帝的称颂还有赞美。在诗篇当中我来不及翻，但是诗篇当中有几首诗篇就是在描绘这个约柜进入圣殿当中，当时所写下的诗篇。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来介绍。好，那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通通挑选出来，从几万人当中挑选出来几千人，几千人当中又挑选出来了几百人。然后他们，但是这个时候我们15章的部分是还不是在会幕圣殿当中，而是为了要预备迎接约柜来到耶路撒冷。好，接下来我们再读25节到29节，最后约柜怎样到耶路撒冷的过程。
大卫王和以色列的长老们以及军队的将领们都到了俄别以东的家去运约柜，他们举行隆重的典礼，他们献上7头公牛、7只绵羊做牲祭，为了要保证上帝会帮助抬约柜的利未人。大卫穿着一件麻纱的长袍，歌咏队和他们的队长基拿尼亚以及抬约柜的利未人也都穿着麻纱的长袍。大卫还穿上以弗得，于是所有的以色列人民随着约柜一起到耶路撒冷，他们一路欢呼，有号角拔的声音，还有竖琴和七弦琴做出的音乐。当上主约柜运进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口观望，看见大卫王兴高采烈的跳跃舞蹈，就瞧不起他。好，谢谢。这里讲到大卫呢亲自到俄别以东的家，那俄别以东的家在哪里？好，那就要看圣经怎么介绍俄别以东这个人。因为13章讲到这个约柜是被转送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那加特在什么地方呢？加特在这个地方，基列耶琳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要去到耶路撒冷的路上，在基顿牛前尸体，受到惊吓，约柜倒下来，乌撒伸手扶，然后就被上帝冲破，被上帝击杀。所以约柜又倒退，不仅是离耶路撒冷更远，甚至来到了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我们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是加特人俄别以东。那俄别以东这个名字，我们今天在讲到有介绍，它就叫做以东的仆人。以东的仆人，以东在哪里？以东就在约旦河的东边以东是这个以扫的后裔，以扫的后裔。所以以扫的后裔的仆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相当是他是菲律宾的仆人，他是印尼的仆人，他是马来西亚的仆人，就是他。在我们今天可以理解，他可能就是一个看护，是一个菲佣，是一个外佣，是一个外籍劳工。这个名字有一点就是地位卑贱，地位卑贱。但是他因为有利未人，我们从其他的前面的资料有介绍过，俄别以东在历代志当中，他是被写在利未人的后代族谱当中，所以俄别以东也是一个合格的利未人，所以他可能是因为乌撒被击杀，这下不敢往前，赶快送得更远，没有人收留，最后是俄别以东愿意收留，就在他家3个月。那这3个月怎么可能发生14章的事情跟15章的事情？所以撒母耳记下第6章是把这个2件的迎接约柜事件是写在一起，同一段当中，而且第2次迎接只有短短的4节就描写完了。可是呢，历代志却是铺陈用了2章的篇幅来铺陈，而且用1整章来描述描绘大卫做足了什么样的预备，来迎接这个约柜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好，那这里面我们继续又讲到沿路大家他们献祭，甚至讲到献了7只牛公牛和7只绵羊。可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下就不是这样子撒母耳记是写说大卫王听说上主的因约柜的缘故，赐福给俄别以东一家人和属他的一切。所以这一定有发生一个神迹，或是发生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奇妙到大卫都觉得不可思议，是上帝的工作。所以呢，他就用隆重的典礼从俄别以东家里把约柜接到耶路撒冷，就这样子而已，就一句话。可是我们读历代志上要读1整章，这多隆重呢？就看历代志上，抬上主，但是撒母耳记有提到，抬上主约柜人才走了6步，大卫就叫他们停下来。他就向上主献公牛和肥畜为牲祭，而且所以呢才走6步，所以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那和本是每走6步，哇，那这条路就不得了了，就是要不断的献祭，血流成河才能够到耶路撒冷，这个路真的是满路的献祭那而且呢，大卫也围了一件以弗得跳舞荣耀上主好，那这里的记载呢，和这个历代志上是一样的，大卫穿了以弗得。
好，但以弗得有的人大部分的解释，解经的解释都认为这并不是大祭司身上穿的那个有乌灵土明，然后有10个支派胸牌的那件以弗得，它可能是祭司穿的细麻纱的衣服啊，是一个圣服。好，那因为如果这个以弗得只有大祭司可以穿啊，如果大卫自己穿上那个大祭司的以弗得呢，他这样可能又冒犯了，又得罪了上主啊，可能又造成上主的另外一次的这个审判啊和刑罚。但是在大部分解经说，大卫这一次呢能够得到上帝的充分的祝福，所以这个以弗得应该不是大祭司身上所穿的，而是一般祭司所穿分别为圣的以弗得。然后他们一路的欢呼，有号角、拔、竖琴、七弦琴发出的音乐，甚至大卫跳舞的时候呢，这个历代志这里就写的比较含蓄。我们要知道历代志是被掳归回之后，他们不想要给他们过去的先人这些信仰的伟人添加太多负面的东西，免得这些被掳归回的人读了历代志然后他们信心就被绊倒跌倒，所以都比较修饰。甚至连所罗门王也没有讲他什么样子的不好的地方，为了要扶持他的信仰。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就不是这样，撒母耳记下呢就把这个米甲的事件写得非常的清楚啊。那我现在用4个圣经的版本来看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当他们把上主约柜抬好之后呢，对不起，前面16节。抬进大卫城之后，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口观望，看见大卫王跳跃舞蹈，就瞧不起他。然后呢，和本说心里就轻视他。然后现在台语就说看见代表这个是吕正中译本，看见大卫王在永恒主面前荣耀着跳旋转舞，心里就鄙视他。现代中文台语是说，现代台语说，看到代表王在上主面前跳跳就看见伊啊，这个是撒母耳记下。那在历代志下呢，我们也稍微对照一下这4个版本是在15章，今天读的29节，米甲看见就瞧不起他，那这个心里就轻视他。好，那历代志这里是说心里就鄙视他，要跳要丢就看见伊啊，所以这里就看见说这个米甲对大卫的这种态度。我们今天有分享这个米甲看走眼，她只看到她老公没有穿衣服，可是没有看见她老公为什么要这么样认真的跳舞，为什么要这么花费心思来迎接约柜。因为她的老公要治理全以色列，需要有上主的同在。好，我们再来读最后的3节，第16章1到3节他们把上帝的约柜抬进大卫预备的帐篷里，然后向上帝献烧化祭和和平安祭。大卫献完祭后，就奉上主的名祝福人民，并且分发食物给他们。以色列人不分男女，每人都得到1个饼、1块烤肉和一些葡萄干。我们应该都很喜欢烤肉这个烤肉是献祭的这个肉，所以他们把一路上这样献祭来的这些的饼，还有肉，还有祭物，还有这些葡萄干就分享，所以最后并没有丢掉浪费掉，是跟整个人民都分享。那这段记载呢，在撒母耳记又相反了，他是先把大卫做了这些的分享动作之后才回家，然后才被他的老婆米甲这样的羞辱但是在历代志是被米甲羞辱，然后16章才在讲这个约柜进入到大卫的帐幕当中，然后大卫就献燔祭平安祭就分享给大家。那所以他在编辑上面还是有不一样，那什么原因我们可以去想，但是大概指的是同一个事件所以我们今天用两个圣经卷来看同一个事件，就是大卫迎接约柜，他是做足了准备，而且这当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分别为圣的利未人。虽然今天我们已经不是利未人，我们也不需要被称为利未人，利未人意思就是分别为圣，但是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是要，他不是要，我们要
不要贪爱这个世界，而且我们要成为这个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啊。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要心意变化而更新啊。好，我们要察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是像利未人一样。好，我们要有利未人的心的这种生命，好，和这样子的对上帝的敬畏。所以不论是分别为圣，或是大声歌颂，或是在上帝的殿，在上帝的门口来做守卫啊，只要他们尽忠，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而且会得到上帝的喜悦。就连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卑微的俄别以东，他可能是以东的外籍劳工，是以东的奴隶，以东的仆人，这么样的卑微，可是上帝也大大的祝福他。我们会继续再看到俄别以东在历代志上出现。好，我们也会看到这个俄别以东的祝福。好，他和他家的人，不论是唱歌也好，乐器也好，音乐也好，或是当守卫顾门也好，都做得非常的称职。所以连这个历代志的作者多次提到这个人，并且把他的儿子、孙子名字都记在历代志上面。也愿上帝使用我们的分别为圣，让我们能够，今天我们讲的信息最重要就是我们今天不用再去找约柜，因为约柜里面的3件东西就是主耶稣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这3样东西只要我们找着耶稣就足够，我们不需要再去寻找约柜来取代耶稣。所以让我们能够看重敬拜耶稣，就如同大卫如何在约柜面前敬拜一样，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仆人。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从大卫第二次迎接约柜的故事当中，看见大卫做了充足的检讨，做了充足的预备，而且大卫是一个知错能改，他愿意为自己的过犯来承担，也来面对，并且学习在错误当中来学习和成长。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完美的，我们也不是样样都精通，样样都完全，我们都会犯错，都会软弱。但是主耶稣愿意使用我们的软弱，好叫我们软弱成为刚强，因为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上也显得完全。也愿上帝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愿意使用我们的一生来荣耀你，来服侍你。哪怕我们的身份卑贱，就像俄别以东一样，但是上帝你会因着我们的顺服，就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人都要代代的蒙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祝大家平安，谢谢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好，谢谢牧师，晚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午安。